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10日高市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行政院长邓英泰昨去拜会立法院的朝野党团，伊就直接讲，有一寡条文是真歹做甲到。那行政院敢会提出复议呢？邓英泰虽然无讲明，不过伊嘛强调讲，会依照宪政的定数采取必要行动。双方握手了后，随着开始关门会谈。立法院2月3读通过国会一款法案。新任的行政院长杜英泰29下晡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和立法院的朝野党团。来，先这个署长。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和杜英泰握手，佮甲左揆仔举起来，互相敬一个，先礼后兵。但刷倒来讲话，双方是拢无得客气。鲍坤基是批评蔡政府的执政，杜英泰嘛讲，随着立法院来问了后，会审慎研究安怎善尽宪政机关的职责。过去的8年，在蔡英文前总统带领之下，民进党一党独大，85%以上的法案都是强行表决通过。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窒碍难行之虞。只要行政院依照宪政的程序做任何的行为，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对大院的不礼貌。杜英泰强调讲，伊会用平常心来准备31个施政报告和总质询，让大院清楚看到新内阁团队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另外，民众党团迄边是因为立委的行程歹调整，这摆无让杜英泰来拜会，会另外搁约时间。不过，对监察院批评国会这款法案已经涉及违反权力的分立，那边嘛唱下讲后一步要来推动废除监察院。请民进党当年主张废除考监2院人出来讲话，在野的时候一个主张执政又是另外一个主张，人家骂你们双标党就是这样。国会这款法案三读修正，甲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的调查权和听证权表示国会做，强化人事同意权入法。但是公民团体批评讲，国会这款法案唔但定数无正义，而且实质违宪。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若是认为讲歹施行，会当经过总统的许可，伫决议案送去行政院10天内，而且立法院来复议。来自于行政院提复议，我们当然尊重，但是我们党团绝对提出实践，这是毫无意义的。咱国宪政史上已经有13摆复议的先例，2002了后，伫后边政府的时期，行政院捌4摆针对法律案提出复议，结果是3摆失败，1摆成功。伫马政府时期，行政院嘛有2摆提出复议，拢成功过关。蔡政府是8年拢无提出过复议案。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修法，为5月17到28，拢总有4届公民动员，互叫做青鸟行动，大摆拢有上万人来参加。都有真侪研究生甲学者针对21、24这2天的抗议行动，调查来参加的民众是为虾米社群平台知影相关资讯的。因希望透过这个调查，会当互大家了解公民接受资讯的习惯，佮有动员的方式。最近真有争议的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第2版三读通过，前后计共有4届大型的抗议行动，有20多个来自无共大学的研究生甲学术工作者主动成立学术调查小组，针对5月21、242天的抗议行动，抽样调查青鸟行动208位参与者，因是对倒位了解社运的资讯，发现15至24岁之间的少年家和10年前日头会学运比起来，以 IG 也有 Threads 为主，大约占7成，也那35至44岁民众也是以面册为主。即马15岁到差不多24岁，就是讲即马有在读册的这阵人啊。嘿，阮比较的就是讲10年前的学生啊，就即马已经25岁到34岁，过来就是搁加5年岁这人比较起来，因用即马少年人用面册的人较少，但是因可能有较侪比例在用，比如讲 Instagram 还是 Threads。即马当地读博士班的李俊英是这届研究的主笔之一，伊表示这届青鸟行动有侪包车、寄付等等的串联行动资讯，拢来自 Instagram 也个 Threads。因希望透过这个调查，会当互大家了解公民接受资讯的习惯甲动员的途径。学术界嘛是各有人愿意伫现场做这款的调查，会当互大家知影讲现场的一寡
来参加即届运动的面貌是安怎？另外，即届叫做青鸟行动嘛，是因为伫面册若是写青岛东路，通看到资讯的人都会减少，所以侪人拢会改写做青鸟。但其实做社会观察的学者刘电工表示，虽然研究的样本也无够济，不过伊对这个研究表示肯定。伊指出，社会要做公民动员，管道是愈多元愈好，嘛当避免亲像面册主动资讯流通的情形发生。运动的组织者可以努力的让你的讯息来源更多元化。因为当它有一个主要来源的时候，当它有一些政策调整或者降触及类似这些动作的时候，那运动的讯息传播就被卡住了。所以大家可以活用各式各样新的这种社群方式，其实是不错。刘电工嘛指出，这届青鸟行动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去中心化无设文明星。真侪人分享的文章，可能是分布伫无同的社群平台，互每一个人拢有发言权，同齐为公民行动出声出力。这嘛是这届青鸟行动非常值得肯定的部分。记者刘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伫政论节目讲，透过基地台比对手机信号，会当分析参加青鸟行动的民众个资，看含日头火合温敢是同一群人。这款讲法是引起争议。台北地检署分他日暗要来侦办 ，NCC 冒假通知，予3间电信公司要做行政调查。再来看自由时报。虽然 AI 创作有真侪争议，不过今年台大文学奖7万人和 AI 做伙创作。包括人类和 AI 做伙完成一篇小说，或者是人类整合 AI 分析文学作品等等，创下文学奖的头一个。再来看《中国时报》，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网络买物件甲外送平台是变甲真加野，而且外国旅客人数也未恢复。2023年国内大头的数量是6个村23万单，比2018年是减2成外，这利润嘛是减2成外。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前一3仔宣布要甲台湾的Foodpanda买落来，因为合并了后，市占率是超过9成，可能会关瓦棚，影响劳工的权益。劳动部长是找2间平台甲外送工会来做伙开会，要解决外送员的7大诉求。外送平台 Uber Eats 进前宣布要收买台湾Foodpanda，合并函也通过市占率会高过9成。外送产业工会自告伫公平会门下口表达拒绝不当合并的诉求。并购案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巨大的。联盟主张拒绝不当合并，反对产业垄断。依到下晡，劳动部开外送协会会议，找Uber Eats甲Foodpanda业者代表、甲外送产业代表讨论合并产生的劳工权益的问题。双方伫平台会议顶悬达成共识，未来会就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所讲的7大诉求，到达沟通协商。外送对话平台会议后续会就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0529所提的外送员及外送产业相关权益确保之7大诉求，逐一沟通协商。7大诉求包含停权机制爱透明，确保外送员的工作权，报酬也要有公开明确的计算方式，还可定出定型化契约，为外送员投保全时段保险，定出合理的抽成上限，加提供地图式点餐，加智能客户服务。结合案会对市场的集中度造成了一个显著的影响，本会也会非常的慎重的来考虑。公平会表示，因为结合的案件资料无交全，也无正式受理结合案，不过伫制出决议进前会审慎评估，收集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目前鸡卵的产地价少已经为1斤43块半的观点达到32块半，差不多10块左右，不过买的人算是真少。农业部是呼吁业者要爱落价来刺激消费。餐饮店鸡卵供应无问题，想买偌济就买偌济，加进前大欠卵，也个排甲长岛度买卵情形比起来是天差地别。热天鸡卵需求量较低，产地价少也为43块5，落到32块5，60外块，创近2年新低。不会因为价钱低然后多买一点，不会，就是需要就买。变便宜有影响你的消费行为吗？不会，一样。
最近两卡无人买介绍者一直当暗过，那个也无办回买去，特别是两相公会表示，一箱介绍也早就会破1800关价，等于甲今卖840，一条只剩4块外。另外买去无好原因，无法度讲会准。农业部是希望末端的业者应该适度来降价。大概剩下一半不到的价钱吧，跟最高点比起来，这几个礼拜看起来似乎不尽理想，买气还是非常差。所以鸡蛋现在以整个市场来讲是有比较多的，比较稍微偏多。真的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些消费卖场的部分，能够的鸡蛋能够做适度的降价，因为适度的降价也能够刺激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看放电管，卤卵一条15块，问头家鸡卵已经落价，卤卵是不是考虑卖较俗呢？会起伏嘛？那意思是价钱一直改来改去也很麻烦嘛。消费者会不会跟你猛攻啊？现在鸡蛋变便宜，你还卖15块？不会耶，他们还是能接受的。对对对。针对地反映，国民党团提案将公牛收购介绍，为每公斤16块提悬到34块，案件已经经过一度通过。前农业部长陈吉仲伫面册批评，和台湾农牛产业倒退了20年，提悬收购介绍，敢若会互生产关过需求，反倒来互稻米大落价，批评政治力严重干涉专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南风，各地头的温度会加悬，水气嘛较高。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会较热较热，高温有30度到33度。受到南平水气的影响，今仔日中南部、东南部较会落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要注意过道可能会落西北风。若明仔载拜5开始，阁有一阵风面较低，雨会落搁较粗。预估后礼拜1、拜2天气才会变好。亚洲国家最近受到热流影响，天气是真烧热。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拜三高温就来到52度3，创下历来上热的纪录。若印度的东北部和孟加拉交界地区，是因为热带气旋上大雨，造成超过60个人死亡。卖饮料的打未少人来买一杯凉的，因为印度最近拄着热浪。首都新德里高区的测站拜三，佫是测到印度史上新高温。आज जो है हमारे पास मुंगेशपुर ऑब्जर्वेटरी है जो AWS स्टेशन है उसमें 52.3 आपके पास लगभग 3 बजे के आसपास टेम्परेचर रिकॉर्ड किया गया है जो अभी तक का इस सीजन का सबसे हाईएस्ट है। बीते कुछ वर्षों में भी देखेंगे तो हाईएस्ट टेम्परेचर रिकॉर्ड किया गया है। 印度气象部门预测严重热浪的天气会一直继续，互真济邦伫高度戒备状态。伫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官方证实有6人因为着沙热死。有专家预测，印度今年因为唔是雨季的雨量较少，加适应现象，热浪次数会比以前更加多。因为都是6礼拜大选，出门排队投票，威胁健康，民众可能家己想办法。सबसे पहले तो हम पानी का सबसे ज़्यादा सेवन करते हैं, नींबू पानी और गमछे का सहारा है, छाई में बैठो और लस्सी वगैरह लेते हैं. बस सबसे ज़्यादा यही बेनिफिट है हमारे को इस चीज़ के लिए. बाकी तो गर्मी अदरवाइज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因为印度东北部甲孟加拉交界地区所面临热带气旋侵袭，这采树亭是被开灭暴雨土石放弃，天然附近的厝，救援人员抢救困难，至少15人死亡。强烈气旋雷马尔登陆了后，威力虽然转弱，又原伫印度东北部地区带来强风大水雨。有的所在加州水乡规排厝强被引起，也有城镇传出路手电火条啊吹倒的灾情，地数无电。当局紧急派出救援人员去抢救。A lot of evacuation operations are being taken up by NDRF, SDRF. Over and above that, relief assistance in the form of food packets, drinking water, dry ration, etc. are being distributed from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side. 雷马尔气旋这2天伫印度甲孟加拉已经夺走超过60条的人命。印度甲孟加拉每年拢气旋，按过侵袭人口密集海岸地区超级风暴，数量已经大大增加。科学家表示，气候变迁造成更较侪风暴。公司新闻电为人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冰岛的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喷发，这是去年12月以来第5届喷发啊！火山灰是喷超过3公里远。当局嘛，赶紧将附近的居民拢扫开。点日头卡白色烟云呛悬，岩浆一直为地面地旁喷出来。冰岛气象局表示，这摆火山爆发是为顶一摆3月16了后新一摆喷发。
顶一摆火山爆发，连续将近3礼拜，这摆爆发一开始。喷烟喷发高度有3.5公里，离旁长度高层超过1公里。不过空中交通无受影响，附近基夫拉维克国际机场正常运作。Bien sûr, c'était la surprise du chef. On venait d'arriver, il y a une grosse alarme qui s'est déclenchée. 火山学家表示，火山喷发了离旁一直扩大，差不多7点钟就已经超过2.5公里长。这也是雷克雅内斯半岛为去年12月以来第5摆喷发。There's a strong lava flow traveling towards west in a similar area as has happened twice before, where it comes to the road leading to Svartsengi and Grindavik, so the power plant and the Blue Lagoon. 冰岛气象局报告，这摆火山爆发进程，地动活动是真多。总务克兹这只火山口附近，在过去7天内，接到差不多400摆地动。另外，冰岛西南边的斯瓦特森基火山系统下边组织差不多2000万立方公尺岩浆。斯瓦特森基地质发电厂为了克亚内斯半岛差不多3万人供应水发电。去年17月火山第1摆爆发以来，当局已经撤离电厂成员用稳固运作，佮建立滨江保护电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为去年12月开始停止补贴弱势族群，将粮食囤起来扛，引起争议。但法院是裁定讲，政府爱随将粮食分予自身食堂，不过政府是并无打算要安尼做。几个月以来，像这种抗争场面，在阿根廷已经是看甲歹看。在总统米莱伊就任以来，因为推行倾欠政策，要来救特别破产的财政，是持续受到以左派支持者为主的民众在抗议。当地时间2日，民众抗议的诉求是针对外团政府甲本地要予自身适当的粮食扣条，要求政府要改变政策方向。Y es lo que estamos planteando, el conjunto de los trabajadores que estamos en lucha, es llamar a un Congreso Nacional de unidad nacional para luchar por una salida política para la clase obrera y voltear las políticas económicas de este gobierno. Nosotros decimos que este gobierno de Milei no puede seguir ni un minuto más. 因为过去几任政府的政策造成财政是特别破产，在米莱伊上台了后，是推动敢若是欧债危机期间各国的倾欠政策，甲社福者公共支出拢大大抬调，引起民间的反弹。另外，为了救济占全国人口差不多4成到5成的善家人，政府供应粮食和 NGO 营运的自身食堂，除了预算红台减，政府嘛指控部分的 NGO 为了扩大抗争的规模，要求善家人参加抗议来换粮食的配给，因为安尼因决定要改变做法，还阁透过 NGO 来发放这救济物资。除了一寡民众是一直行起伫街仔路的抗议，法院嘛伫27做出裁定，要求政府爱随发放粮食。但是米莱伊政府看起来是无打算要照办。Obviamente que vamos a apelar la resolución porque consideramos que esto no es una cuestión de índole judicial, sino una definición de política pública. Y la justicia no se puede entrometer en la política pública. 除了反对党和司法单位表态，阿根廷天主教会嘛呼吁政府爱较紧发放粮食来救济善家人。不过阿根廷政府是重申讲，即马留的这大堆的粮食是为着要因应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天灾。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北韩8日暗才发射军事证科技的物件，都爱随同步军队或者是警察，千万唔通家己去卡。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南美洲哥伦比亚国会拜二通过法案禁止毒牛，不过国会若要推动禁止毒牛，英国拢会奉用传统文化或者是工人权益来反对。经过7天的拍拼呢，这阵法案总算是通过啊。总统批准了后，2027年就会当施行。Alejandro Garcia ponente vota sí。一票赞成为动物保护署写新的篇章。南美洲哥伦比亚下议院200以9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禁止斗牛法案。Lo que hay aquí hoy es un país que dice que no hay ninguna forma de tortura que pueda considerarse cultura en este mundo. Colombia le da ejemplo al mundo entero hoy. Porque nos volvemos una sociedad cada vez menos violenta y por lo tanto cada vez más civilizada.
斗牛伫哥伦比亚是一项真受到欢迎，也毋过必须要争议活动。过去7年，支持动物权的人数一直在游说，希望哥伦比亚、加巴西、智利以及阿根廷这国家同款，卖国家虐待动物当作娱乐。因为这摆互反对人士以保护传统的文化，也有相关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害为理由而反对。哥伦比亚宪法法院2018年也裁决。斗牛是各国文化一部分，不过伫首都波哥大这城市陆续来实施限制了后，动物权慢慢得到支持。这个法案最后终于通过了。Pues desde hace ya mucho tiempo detrás de la prohibición de las corridas de toros en el país, porque en un país en donde estamos hablando del logro de una cultura de paz, tenemos que pensar también en que la paz es con los animales, no solamente entre nosotros como seres humanos, sino que los animales también merecen el derecho de vivir. Un golpe muy duro para la cultura, un golpe muy duro para el campo, para el campesinado colombiano y para las personas que dependen de esto, porque eso no es solamente que dependa un torero o dos, aquí depende de la persona que trabaja en el campo, la que transporta el toro, la que lo alimenta, el veterinario, en fin, hasta el vendedor ambulante. 法案经过总统批准了后，2027年就会正式来生效。在过渡期间，各国政府会辅导斗牛相关产业的劳工转动就业。虽然动保人士有期法案会拄到拍官司的挑战，也不过因有关乐观来看待，因为3年了后，各国会脱离这个斗牛的恶名。全世界上温顺斗牛的国家也有厄瓜多、法国、墨西哥、秘鲁、葡萄牙、西班牙加委内瑞拉这7个国家。国际新闻是万宁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还未拍煞，毋但国际抗议以色列声音愈来愈大。就连以色列内阁部长嘛批评总理纳坦雅胡要紧休战，无咧顾国安甲经济，呼吁今年底就要举办大选。来看中国海警局发布新的规定，要拘留涉嫌侵入下过界外国人。菲律宾总统表示，中国海警依照新的规定，可能会伫南海掠人，南海局势会变更较紧张。再来看美国军事情报官员指出，中国透过几台军演，想要试探台湾、美国甲日本的底线，美国就要加强战备，阻挡中国占领台湾的心。自从5日控总统就职了后，中国就围台军演2日。国安局长蔡平安表示，中国的目的是要吓惊台湾，毋是要休战。而且中国的军演嘛是头一届出动海警编队执法巡查。蔡平安认为，中国是想要控制台海，把台海变做因的内海。总统大清德一上任，中共就发动围台军演，相关台海紧张局势。国安局长蔡明干表示，中共对台针对性军演，目的是恐吓台湾，毋是起战，展现对内宣传、对外宣示有台海的绝对主控权，同时操作认知作战。一个部分是以美怀疑美国能够来协防台湾的能力，第二部分是所谓的疑军，质疑台湾的国军有自我防卫的能力。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依赖，质疑我们的新总统有管理两岸关系的能力。针对中共军演，第一摆动员海警编队伫台海甲离岛巡查，蔡平安认为，中共展现伫台海主导权、管辖权，想要将台湾内海化。另外，6月开始是中共军演的热季，国安局分析。共军台海军演恐惊走向常态化，建立台海新现状。6月到10月，甚至有时候到11月的第1周，是中共例行军演的热季。那这个阶段会不会再有相关运用常态例行的军演，来对台湾有一些针对性的军事演训的动作？那这是我们在看整个时间架构上认为要注意的重点。甲过去军演无同，中共列下地检演习的范围，即摆搁挖进咱的外离岛，引起密集观测。中共透过实施海上封锁，用真紧夺取台湾离岛。立委追问，中共是不是有可能操作中间地带冲突，截断离岛的通信？去截断了我们台马之间的海底电缆，已经有20几次的次数哦。那次数非常的一个频密。那所以，假如说透过一个海底电缆的一个截断的方式，那确实会对于我们海岛外离岛的一个通讯的安全造成一些危害。针对美国智库学者阿尔佩洛维奇事件，中共1点钟内就武力反台，美国恐惊未负反应。蔡平安表示，对中共各种反台方案，甲国安单位、国防部拢进行密切联合真干真的动作，结合相关态势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长李明赣和旅游业者座谈，目前咱去中国旅游禁团令确定未解除。若本地今年6月要出发的1000外旅行团，大概有2万人，要是会当照常去中国游览。不过袂使拍广告，嘛袂使搁招人。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旅游业者希望6月全面解除禁团令。全台湾21个县市旅游工会代表29早起甲交通部长李明赣闭门会议。会议了后，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肖朴仁转述，部长讲去中国禁团令要是未解除，不过去年有暂时开放去中国旅游成团的1000外的旅行团，差不多2万外的旅客。今年6月要是会当照常出团，不过业者袂当拍广告或者是招人客。部长没有特别提到日期，就6月1号以后，你们有招人的团可以继续走。也没有说7月份、8月份、9月份的怎么样，有一些东西就不用直接明讲出来了。可是默许你们自己可以出团就对了。默许哦，对，应该是这样吧。去中国的禁团令未解除，不过之前中国宣布开放福建的民众去马祖旅游，观光署证实，陆委会已经核准6月初10福建马祖的采线团，成员拢总有200个，主要是旅行业者，会去南竿甲北竿2个岛屿做3天2夜旅游的考察。这里面都是旅游协会、福州市旅游协会会员。那等他们采完线回去之后的话，那会再帮忙做一些这个观光的这个推广嘛。因为疫情之后中断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大家对马祖已经变陌生了嘛。两岸观光到当也无解，交通部长李明赣强调讲，是为了保障旅客的权益，甲促进业者的发展，政府会持续以对点开放的原则来推动两岸团体旅游，满足民众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暗时，花莲有一个50岁查甫人走入去国中的校园，甲衫裤脱光光做歹看的动作。后来值班人员报警察，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依照公然猥亵罪行上班。花莲市一间国中顶礼拜5下课了后，当地警员伫暗时9点45分发现电子围篱发布有可疑人士闯入校园，佮发现伊伫校内凊彩大小便，将伊赶走了后，这查甫人竟然佮倒来校园，而且将身躯的衫弄烫了了。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在衣衫不整的情况，那我们就立即通报县派出所来做处理。当地警员通报辖区花莲分局，警方到现场了后，发现这查甫人是脱光光，而且做出不雅的举动。处理员警命令伊赶紧穿衫，而且当场该抓起来。进入校园的是一个50岁姓陈的查甫人，到案了后承认一时冲动，在学校内底做出不雅举动。警方问讯了后，依照公然猥亵罪移送法办。经调查发现，男子于校内确实有公然猥亵的行为，全案依刑法公然猥亵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这校园用是无像规的设计，下课了后会将学校内底大楼1楼以上拢锁起来，也建立电子围篱，佮安排周末当地人员来驻守，维护校内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高中的囡仔，正正伫咧庙会顶头内底行，沿路甲人讨物件食。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透过学校甲社工，才来知影讲，这个囡仔监护人是因为外骂，然后掠去关押，所以这个囡仔目前是安置伫咧儿少机构，会继续甲关怀。一个14岁姓黄的高中生，18暗时伫咧庙会社警的队伍内底，四个咧讨食的。庙方通报台中的警察来了解。爸爸妈妈现在在干嘛？在彰化流浪。彰化流浪？那你平常是跟谁住？我自己一个人。警方讲，这个高中生伊讲，因爸母伫咧彰化咧流浪，原底咧甲照顾的外妈搁咧坐家，因为手机啊歹去，无法度甲社工联络，只好甲人讨食的。警察随带去便利商店买食的鸡腰。庙会阵头中间有一名陌生少年，沿途跟着阵头在走。经警方上前了解，该名少年为14岁，就读国中。这个查甫囡仔读的高中表示，伊目前是高中3年啊，平常时啊住伫咧中途学校。迄天是高中会考的头一天，伊并不是休学，伊一直拢是学校高度关怀的对象。其实在学校是被照顾的还不错，但是放学之后学校看不到，那他就会经常在外面流连哦，有时候就是会在便利商店待蛮久的，这个也就是令我们很担心的地方。见到绕境活动觉得有趣，所以前往参加，并非无处可去。考量他已完成会考，
社工当日安排他入住儿少住宿的机构。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这个查甫囡仔从2021年开始，就互列做是关怀个案。目前安置伫个儿少住宿机构，每个月有领8000外的生活补助，并毋是3顿无通食的情形。代志发生的迄天是拜六礼拜，等去处理的日子。后续会看伊会考的成绩，合作安排伊读高中或者是高职。记者综合报道。常常有诈骗集团假名假做金融界名人去共骗，连本地因的好朋友拢分袂清楚网络顶头倒一个才是本人。警方表示会当为卖种数量来判断，不过诈骗的信息爆款，若要要求网络平台甲诈骗的网价落价，煞无遮简单。有一次我在看脸书 FB 的时候，就刚好看到我知道的一位分析师叫阿格力，他有一次免费分享他的一些心得，所以我选择了点击进入。用清晰的招募讲出诈骗内容，台中的张先生当初用骗去，就相信假有名的人的卖种专业，和膜拜阿格力看得行，对面车转到来，伊阁用大钞股票做借口，要求汇款到指定的口座，用200万买股票，赚的钱算领袂出来，就感觉唔对咯。全民反诈，欢迎！中央官员大话打击诈骗，侪名的财经人士也拢来参加，大家到底来反诈骗。因为诈骗受害人唔拿阿格力一个人，像是外资的分析师、财经节目主持人、投资顾问公司高层也侪拜访冒名，变做诈骗的口子，防不甲是真困扰。以前可能是颜值高的会被诈骗，现在连我这种颜值低的也会被诈骗，你就知道台湾的诈骗已经是世界第一。我很多朋友想加我脸书，结果找我名字一看，出来20-30个杨印钞。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入警察局，就是2-3年前去通告诈骗集团的事情。我告诉你，大概有上百次以上，但我检举了也没有用啊，而且我检举的是假的我自己。到底话爱反诈骗，和不法集团乱用身份当作骗人的工具，就惊这样的手法有人互骗去。警方也分享要怎看出这是不是诈骗的小撇步，包含买种专业成立的时间短，买种的人数无多，也是无纳实交起，这拢有问题。万一对面册比较高赖群组，搞成就是诈骗咯。我们不断的去找 Meta、Google 或者是赖公司啊，要求他们下架。但是啊，有时候这些公司他会认为说要等政府修法，那政府修完法之后，其实啊又有哪些困境，那又没有办法执行。民众对于诈骗的这个厌恶感，大概有达到45%。你可以讲说，这个诈骗仍然属于高峰期。过来诈骗的民众真不满，警政署长也讲，早起也伫高峰期对着假投资的信息，网络顶面非常多。警方也坦白讲，连 Meta、Google 这业者配合度拢真有限，更加莫讲是小红车这类对话的社交平台，叫伊爱甲诈骗的资讯删除掉，更加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逐年拢会办大型的宗教活动，县政府一年拢会补助上千万。这款的行为嘛，互监察院纠正。不过，花莲县政府是无要改善。道议员质疑讲，因是利用白补助来白跳卡。花莲这天气候社建活动，市政县长卜坤基15年前创办，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祖灵举办5教联合祭天，每一年编上千万的预算，予参与的宗教组织，平均每一件20万以上，是比宗教补助要点规定的袂当超过2万块，要加出真济。那今年在定期会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3月15号以前已经核定了15件，然后核定的金额是677万，那平均每一件是45万哈，所以花莲县政府哈依然是在违法补助宗教的团体的活动。监察院去年就对花莲县府提出纠正，不符合经费的限制。不过县府要是无咧甲休，今年要是编超过规定的补助，引起部分议员不满。去年度我们花莲县政府编列了这个路祭的这个预算也遭到我们花莲县议会的这个删除那我想全国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县府表示，按规定，虽然共一个宗教团体，各一届活动补助的金额袂当超过2万块，不过县府也是会当以地方自治条例，对委托甲协办的宗教团体来补助。我们有一些有教化性的、有公益性的，或者承办地方政策性以及中央的活动的呢，它都不在于这个池线。议员强调讲，从105年开始，花莲县府每一年宗教预算平均4000多万，9年的时间已经超过5亿。这个钱的用途毋但受到真大的争议，即马就连监察院甲纠正了后，伊嘛毋检讨，而且完全无陷害到，互地方嘛感觉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人权转型正义处举办自控之事转型正义巡回雅典，进前来到中华放送菲律宾独裁总统附近的纪录片，解剖家族政治的现象，用菲律宾集权统治的经验，甲民众讨论戒严的好处甲歹处，希望透过别个国家做例，探讨咱台湾的转型正义会当安怎行。为着让民众有多元讨论转型正义的机会，行政院人权转型正义处委托民间团体办理2024转型正义巡回雅典，中华站的巡回播送前独裁总统菲迪南马可斯的夫人以美台的纪录片，用菲律宾集权统治的经验来和民众讨论戒严带来影响。因为因菲律宾嘛有戒严的经验，戒严的时阵呢有台足侪人的嘛有无正义的代志发生着，所以我感觉伊甲台湾有淡薄仔相像安尼。其实这部分应该要及时一点，然后才能对于就是当时受到迫害的可能家属或是当事者，才能做及时的一些弥补。主办单位表示，因本着历史、法律、人权这个方面来甲民众讨论，希望让大众会当更加明白这个议题。虽望袂少人会讲转型正义建讲讲过去，不离个主办单位强调，若要推动转型正义，了解真相，就是头一件爱做的代志。每一场活动的主题拢会使更较具体来甲阮的观众讲。这场阮是讲人权，后一场阮是讲历史，就会使有一个系列的感觉。遗忘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特别是遗忘就是重要的历史。这几年会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说，就是即使在享受太平安乐的人们，也有就是需要维护他的一个责任。2024转型正义巡回雅典随后会去花莲、台南、台中等所在举办电影播送讨论会，邀请转型正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民众对话，做伙为电影来讨论政治暴力的伤害、维权上等如何处理这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开台证书地用色伫新竹市北门街旧厝证书地，高达已经有184年的历史。手工的插厝经过5档的整修，初步的修复工程即阵宣布完成啊！未来要开放予民众参观。3、2、1，恭请揭牌。在新竹市北门街的国定古迹证书地，高达有183年的历史。过去是开台证书地用色的厝体，经过5年外的修整，拜三对外宣布完成第一阶段的修复工程。文书工作者表示，这对在地人也是地家后代子孙来讲，意义真大。少年囡仔的时阵看真正较古纯古色的啦当然时间的关系慢慢会开始凋零这回会当安尼个整修我感觉真欢喜对。北门街对住伫咧遮附近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回忆。我的任务就是把我后一代、后一代甲传落去。虽然你毋是住在遮，你毋是生在遮，但是这永远嘛是恁家，大家拢会使啦。大家拢爱知伊的历史。你较有迄教育传承的意义啦。因为证书地建筑拢是用木造材料起的，也增加修复的困难。尤其是每一项拢是手工有路的技术品，考验师傅的功夫，所以修复工程然后2档外再完成。他当初的工匠很多都是来自于内地大陆来的，那其实非常的细的工的部分，那所以在修复的时候也特别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考证，然后请工匠、艺师等等去细细的修复那甚至有一些缺损的部分也都要去找相关的一些文史的一些基证，能够去佐证它的修复的方式、修复的内容等等的。文化局指出，接落来会进一步进行彩绘修复工程，来参地家后代子孙讨论安怎利用安排导览，开放民众入去参观，彰显古迹风华，也希望大家做伙来珍惜文化资产。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台南的港旗太平歌团天主门圣殿，为1872年开始，拢会参加逐科的西港歌乡，到今是拢毋捌停过。不过最近地方的人口愈来愈少啊，就惊100年传统的艺阵会失传，因就参同乡国小合作，入去校园教囡仔，
学生大礼拜拢真期待上课，嘛会当熟悉家乡的文化特色。囡仔大声对老师做伙学唱曲，这是为着学唱太平歌来拍基础。老师才搁分阶段加入乐器，参加囡仔共册谱要安怎看？互人来做无形文化资产保存团体的天主门圣殿，起头敢若伫通行国小的社团咧团团，囡仔愈唱愈深熟。贵州学校甲正做校定课程，搁编一本专用教材，互全校学生斗阵学习。咱太平歌。歌头的、错头的乐器，有的时阵会分袂出声啊。不过阮坚持传承传落去。一年啊，只是单练唱歌，学到后壁，我阁有家己一挂乐器，我手摕的这个就是票。学生学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呢，因就知影讲啊，咱的社区内底文化是啥物？西港乡遮吼，每3档有一道歌乡的，就会当去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吼。家己的钢琴啊，太平歌团天主门圣殿成立到今164档。根据了解，早前敢若有4尔，并无曲，是靠团员听曲甲翻做谱。黄玉辉老师讲，歌曲内容多数拢是古早传奇故事，上无爱5种乐器来组成。西港有4团太平歌团各有特色，专文拢无相共。老师指出，这得要靠尽管进一步去练捌。太平歌呢，伊拢是以拼啊，落去带起曲，要落曲的时阵呢，就是用乐器来落曲。所以，若是讲恁西港啊赶乡的时阵啊，会当互成员啊，会当听到讲哦，拼啊已经咧起曲啊。安尼，阮就知影讲伊的韵、伊的观音是到对了。因为上届请赢时，全台拢总有上百团太平歌团。时代改变，佮加上少子化，地区即摆剩无到10团。因拼世界文化向下振进，毋望优美的乐器通世代相传。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湾动画导演邱立伟的新片《八戒》，去年摕到金马奖最佳动画片。这出动画就要伫电影院放送啊！除了华语版，导演嘛专工出台语版，而且是台语配音加上台文字幕。导演希望透过台语版的动画电影，会当推广本土语言主流化。导演嘛讲，看台语版的，听台语开口，甲动画会更较斗搭。我嘛来用我一双手，甲上珍贵的物件救倒转来。《西游记》内面的角色八戒讲到台语，而且以科幻的新世界做背景，这是台湾动画导演邱立伟上新的作品《八戒》，去年才摕到金马奖。这个故事虽然是《西游记》，不过是以八戒为主角。上特别的是电影唔那是台语配音，佮用台文字幕。导演讲，因为台语配音的制作过程中，看到台文的配音，佮互伊真感动，有新的灵感。阮决定要配这台语的时阵呢，我第一届看着讲，咱这个华文的剧本去翻互变成台文的时阵，我感觉真正是互我一个新的感动也好啊，新的这想法也好啊。有这个体会之后，我就感觉说，咱会当把这台文作为我们的字幕。导演讲，其实伊家己是台南囡仔，台语是伊的母语。不过因为细汉的时阵经历国语政策，加上家己当年伫咧国外读册甲做工课，即马台语是讲家己哩啦啦。即个透过台语版本的电影制作，互伊中心熟悉台语，所以嘛希望透过这出电影来推广台语主流化。听是拢听有，讲的是拢互笑。我嘛想要甲迄个咱台语主流化即个运动，借这摆的机会甲宣传出去。台语配音的动画片这几年愈来愈多，不过会当伫咧电影院来看到台语字幕的台湾动画，八戒会当讲是头一出。导演表示，台语版本看起来有无同款的感受，望民众行入电影院看台语开口的《西游记》，听八戒讲台语。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台湾网啊，走向国际，文策院上应用创公司和日本的 YTE 签合作。头一批会有3出作品去日本做网架，利用日本的产业链和动画制作经验，甚至是通路去发行，要并入去日本的市场。住伫黑暗森林，正要用心灵控制的大心魔，拄着敢若像互人放杀伫遮的查某囡仔。
黄介真黑暗恐怖画风，讲到亲子成长故事，长篇连载型的红仔册，真做着心无之必要。全球有26万的买奖，伫网络红仔册国际平台更加超过2000万次的点看率。其实我们的作品在欧美市场上也算小有成绩，但是这是书籍出版方面，但在动画这一方面就比较不是他们的专长。那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伙伴。台湾原创红仔册想要动画化，想要行出台湾无遐尼简单。为此，全台唯一用伫日本潮州动画制作委员会资格上映用创公司，甲日本株式会社 YTE 以及文策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日照计划，或是台湾原创 IP 到日本发展，培养这个国际级的 ACG 制作人。我们也会带进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制作团队，好，然后我们可以边学边做。好，然后再借由日本的他们这个专业动画制作 know how， 还有他们的发行，最主要是这样子。这一次合作主要是我这边会去跟他们做对接，也就是说我会进行编剧，那再跟他们的产业链进行一次合作。那透过这次的合作，我能够更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那我能够用我这个点再去串起台湾的后续的产业链。日照计划头一部包含真多大心魔之必要，台湾跟日本合作的原创 IP 道基。要长期连载伫日本秋田册店出版的旗下杂志的台湾 IP， 真想要去台湾耍。台湾旅行同好会拢伫推动动画化，下一步是要锁定轻小说，和台湾原创 IP 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社群平台顶悬呢，有人咧流行叫做一年卖去消费挑战。这个挑战规定讲，干那会当买生活一定爱用的物件，莫因为怕济，就买伤济囤伫咧厝内。这款挑战也引起真侪人来重新思考因的生活方式。那这里三图，那找家己要伫的物件，住伫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创意总监博曼一当前开始挑战一档无消费的活动。这是最近几档影音平台 TikTok 面顶开始出现的挑战开钱少的潮流。甲伊古早设计衫的博曼，一直透过借钱去买甲伊的服装，一直到伊开始无法度负担费用，才决定要改变家己买物件的习惯。而伊的这个歹习惯，是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So my pandemic spending was everything from redoing my apartment to buying ridiculous bathrobes to buying, new sheets every 3 months. 我们透过甲朋友、出来人讨论伊的财务危机，甲问题公布伫 TikTok 影片内底，互因会当直接面对家己的问题。伊的影片嘛吸引愈来愈多人去看，累积超过6万名支持者，其中阁有影片的欣赏人次超过100万人次。My turning point was when I realized that I had 5 figures of credit card debt that I'd been cycling through for the last 10 years. I got really fed up with just constantly being in a cycle of buying and paying off debt, buying and paying off debt. And I just wanted to take control of my spending and get it under control. 像博曼同款过度消费的人是真多，而这挑战是为新冠疫情流行进前，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册《无消费的一档》。作家凯特分享伊的挑战心得，认为无消费不是真正无要买物件，是要控制冲动购物，只有买生活必要的物品，唔通因为各种折扣，囤的物品超过需求。另外，凯特嘛记录改变的消费观念，表示若是追求更较济，嘛无法度满足，不如颠倒卖个追求，颠倒互伊找到上适合斗阵的朋友，是不管伊做啥物，拢会当支持伊的人，互伊伫心灵甲时间面顶得到更较济。我是新闻台是唐平玉。有真侪匈牙利的人为着要保护地球，和后一代有好的生活环境，因就转去到庄脚过简单的农村生活，家己种菜色、饲猪、牛、鸡鸭。和厝边交换物资过日子。坎海西一家3人住伫匈牙利东部真远的庄脚已经3年外，伊甲太太家己种菜色果子、饲鸡、猪只的种生，刣猪甲厝边来换其他肉品甲食物。伊带还未读册查某囝斗阵做饲种生的饲料。在种的时阵也拢无用杀虫剂，而且减少冰土的次数来保持土的味道。卡曼西讲，这个土地是准备留予咱们嘅遗产，爱好好照顾。This land we have not inherited from our fathers, but we have it on loan from our children. They will continue to look after it, so we try to live and farm the land in a sustainable way. 我家甲太太原本是咨询公司甲太阳能板的创业主，4年前伊转卖事业，搬到西部的庄脚来种植，一切自头学起。
We had no experience at all. We used to live in the city, and we never did any gardening. But somehow we felt it in our heart that we really needed it. 或者讲搬到庄凯生活，会感触真济，毋是逐个人拢用适应。毋过伊个太太，互家己为都市人，正做庄凯的农民，希望用上自然的方式，甲土地和平共存。毋过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并不实际，部分必需品也是照做外地来提着。卡曼西也承认，也是用网络开支付电费钱甲加数，也个买零制品，也个糖。每个月开销未超过22000台票，毋过伊讲一家伙的生活尽量是用自然内底摕到的，未去挖靠外来资源，将避免过度的消费。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全球规模上大的花草展览英国出年起花展，逐年拢会伫5月举办。因为气候变迁，要安怎利用花草来解决问题？亲像收集水资源，都是今年其中一个比赛题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所主办的切尔西花展，每年5月固定伫伦敦西区的切尔西皇家园进行。因为花草之外栽培甲气候指数关系正大，所以这几年来，政府是愈来愈重视永续发展甲生物多样性。像今年就拄到冬天温暖，春天提早来，尾也阁拄到寒流，和园艺设计师才重新调整因的方案。像人要用山茶花甲象尾花，毋过花拢提早下，只好经别项花。People really have to adapt. They have to experiment. And if a plant isn't behaving for you the way it would usually, why not think of it as a massive opportunity and try something new? It's exciting. 竞赛分做4大项，总共有35个园艺作品参加。其中一个项目是抗旱集水，设计师马赛作品水源造花园，用弧形粗线的柱顶收集雨水，再搁将水资源储存起来。你若伫咧景湿的时阵，尽量经会当挡可看，搁唔惊水的。This garden is like a giant sponge. All the water is drawn up, it's utilised. All the hard landscaping is open and permeable as well to allow water to pass through and soak into the garden. 今年所有大型的花园拢爱提早到计划书进行水资源、废弃物，还有材料等项目的审查。主办单位讲，安尼先看卡量就能降低20%。一若所有作品伫咧展出了，拢爱完整的或者是局部的，刷到全国各地学校、病院或者是公共空间，尽量发挥因的价值。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